又设第一等分县官冠喜爵喜位，第二等以下分县官冠喜位，各于必道之左，雷在喜左。PG 1201。匪在喜右，据内向。凡司尊雷匪位，各于其后。5曰审生气，见卿四夷。6曰袭夷，见卿四夷。7曰殿御毕。4日丑前5刻，太常卿律其属，设传烛于神。坐4余，人民坛上下烛，内外凡僚。太史令、交司令各复齐。福生，设号天上帝神座，稿阶，习入如前。执事者臣御毕于匪。至于尊所。礼部尚书设柱板于案。光禄卿律其属入10边，斗、府、柜。编4行，以右为上。第1行余素在前，糗2，粉辞次之。第2行干早在前，干行言次之。第3行陆府在前，真10，干陶次之。第4行林在前，欠立次之。斗4行，以左为上。第1行秦租在前，损租、魁租次之。第2行金租在前，九租、牙石次之。第3行于海在前，兔海、豚拍次之。第4行陆海在前，坦海、申石次之。府时以道、梁、癸时以数、季、登时以太庚。梁运令律其属入10尊，雷。太尊时以犯齐，者尊礼。齐、西尊盎齐，象尊提齐，胡尊审齐，山雷为下尊，时以选九。其九，其皆以上礼九代之。太官臣设阁囊马动于尊所。祠祭局。以银河柱香，铜瓦鼎设于案。司香官一元立于坛上。柱使以身。手盘设于坛上。县官以下执事官，各负其赋，就次所，会于其班目。拱卫直都指挥使律控贺，各负其赋，秦直仪仗，分立于外围内东西。诸执事位之后，拱卫使亦就位。大乐令律工人。25自南纬东偏门以次入，就坛上下位。奉礼郎先入就位。礼职官分引监记御史、监礼博士、交司令、太官令、良运令。领西令、司尊雷、太官臣、独柱官、举柱官、奉御毕官、太柱。柱使、奉爵官、冠爵喜官、金匪官、斋郎，自南纬东偏门入。就位。礼职官引监记、监礼，按事坛之上下祭器，纠察不如仪者，及其按事也。太柱先撤去盖密，按事器，礼职官引监记。监礼退重定。奉礼郎赞，再拜，礼职官臣传曰：拜，监记。PG 1203。礼以下皆再拜。奉礼郎赞曰：各就位。太官令律斋郎以次出。驿传殿4立于南纬门外。礼职官分引3县官、司徒、驻殿官。太常礼仪院使、光禄卿、太史令、太常礼仪院同知签院、同签院判、光禄臣，自南纬东偏门，金乐县内入就位。礼职官进太尉之左，赞曰：有司警具，请行事，退重定。公献乐作将神。
天辰之区六辰，内环中宫三辰，黄中角、太簇真、姑喜雨各一辰。文武崇德之武，出乐坐，斜绿郎贵，俯伏举辉星。宫鼓柱，眼徽，甲羽而乐止。凡乐坐、乐止，皆仿此。礼直官，尹太常礼仪院史律助史，自卯弼升坛，奉升守将自武弼，由南。伪正门经攻县内，亦辽坛北，南向吏。助使奉升守身自南壁，至于户内柴上。东袭直炬者以火燎柴，生烟凡生守器，礼直官。尹太常礼仪院史助使捧盘血，亦砍为一之。礼直官尹太常礼仪院史、助使各重定。奉礼郎赞，再拜。礼直官臣传曰：拜。太尉以下皆在拜器，其先拜者不拜。执事者取玉璧于匪，立于尊所。礼直官尹太尉亦冠喜位，攻献乐奏黄中宫，龙城之区，至尉北向吏，乐止。进户、冠守、税守器，直户一坛。身自武弼，登歌乐坐大吕公，龙城之区，至坛上，乐止。义正尉神座前，北向吏，攻献乐奏黄中宫，青城之区，进户贵。三上香，执事者加币于币，西向贵，以授太尉，太尉授玉璧殿。于正尉神座前，执户，俯伏星，少退吏，再拜器，乐止。次义黄的职位，殿献如上仪。次义配位神主前，殿必如上仪。降字武弼，登歌乐坐如升坛之区，至谓乐止。助使凤毛血斗，入字。南尾门一坛，身自武弼。诸太柱迎取于坛上，具贵殿于神座前。执户，俯伏星，退立于尊所。至大3年大4，殿玉璧以与前少异，今存之，以备户考。4日丑前5刻，设坛上及第一等神位，陈其玉璧及明烛、石鞭、斗、尊、雷、乐公各入就位毕，奉礼郎先入就位。礼直官分引。PG 1203。分县官，兼记御史，监理博士，诸执事，太柱、助使、斋郎。入自中尾东偏门，当坛南众行西上，北向立定。奉礼郎赞曰：再拜。分县官以下皆在拜器，奉礼赞曰：各就位。礼直官。尹子丑寅卯辰巳必到分县官，一板位，西向吏，北上，无位申。有戌亥必到分县官，一板位，东向吏，北上。礼直官分引监记。礼典是陈设，按事坛之上下，纠察不如仪者，退重定。太史令。律斋郎出祀。礼直官引3县官并驻殿等官入就位，东向吏，司图西向吏。礼直官赞曰：有司警具，请行事，降神6臣乐止。太常礼仪史律助使2员，捧马首一辽坛，生烟气，重定。奉礼郎赞曰：再拜。3县、司徒等皆在拜器，奉礼郎赞曰：诸职事者各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请出县官役冠喜位，乐坐，至位。乐止。冠璧一坛，乐坐，身自卯璧，至坛，乐止。
议正位神座前，北向立，乐坐，进户柜，太柱嘉玉于壁，西向柜以寿出现。出现受玉璧殿器，执护府福星，在拜器，乐止。次亦配位神座前立，乐坐，殿玉璧如上仪，乐止。降字卯璧，乐坐，重定，乐止。出现将殿正位之璧，理职官分引第一等分县官役冠喜位。冠璧执护各由其璧身，亦各神位前，进户柜，太柱以玉璧寿。分县官，殿器，府福星，在拜器，还位。出第一等分县官将身。理职官分引第二等内委内，内委外分县官冠璧，冠喜官具从制。着尊所立定，各由其璧道亦各神守卫前殿，并如上仪。退立着尊所，伺候中县着殿，亦各神守卫前着殿。柱使奉正位毛血斗，有五璧身，配位毛血斗有卯璧身，太柱迎于坛上，进殿于正配。位神座前，太柱与柱使俱退于尊所。八曰进熟。太尉既升殿玉璧，太官令臣律进传斋郎一除。以身体设于盘，马牛羊使鹿各5盘，宰割体段，并用国礼。各对举以行至传殿，四光禄清出10边，斗、斧、簋。边以粉瓷，斗以生石，斧以梁，簋以骥。斋郎上4元，奉边、斗、斧、簋。PG 1204。者前行，举盘者次之。各奉正配位之传，以序立于南尾门之外。四理职官引司徒出议传殿，斋郎各奉以序从司徒入自南尾正门。配位之传，入自偏门。公献乐奏黄中公，宁城之区，至坛下，四柱使进撤毛血斗器，降自卯璧已出。司徒引斋郎奉正位传一坛，身自五璧，太史令陈律斋郎奉配位及第一等之传。身自卯璧，立定。奉礼赞诸太柱营传，诸太柱营于坛璧之间。斋郎各跪殿于神座前。设边于糗耳之前，斗于西海之前，斧于道前，簋于蜀前。右殿身体盘于祖上，斋郎出户，斧福星，退。立定，乐止。理职官引司徒降自卯璧，太官令律斋郎从司徒议。降自卯璧，各重定。其第二等至内委外之传，有司陈设。理职官赞，太柱进户，立毛居于沙池，出户，辅福星，退立于本位。理职官引太尉役冠喜位，公献乐坐，奏黄中公，龙城之区。至位北向立，乐止。进户，冠首，税首器，出户一爵喜位，北向立。进户，执事者奉袍爵以授太尉，太尉喜爵，是爵器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太尉出户，一坛，身自五璧，一座卯璧。登歌乐坐，奏黄中公，明城之区，至坛上，乐止。亦着尊所。西向立，进户，执事者以爵授太尉，太尉执爵，司尊雷举密。梁运令着太尊之范旗，凡举密，着酒，皆贵。以爵授执事者。太尉出户，议正位神座前，
北向吏，攻献乐作，奏黄中公，名陈之区，文武，崇德之武。太尉进户贵，三上乡，执事者矣。爵授太尉，太尉直爵3祭9于毛居，以爵授执事者，执事者奉爵退，亦遵所。太官陈卿马动于爵，贵授太尉，亦3祭于毛居。复以爵授执事者，执事者受虚爵以薪。太尉出户，府服薪少。退，北向吏，乐止。举助官进户贵，对举助板，独助官进户贵。独助文。独器，举助官垫板于案，出户薪，独助官出户，府服薪，攻献乐奏如前区。举助、独助官具先议皇的职位前，北向吏。太尉在拜器，乐止。次议皇的职位，并如上仪，为乐奏大。PG 1205。吕公。次议配位，并如上仪，为乐奏黄中公。降自五弼，一座。卯弼。登歌乐作如前将神之区，至位，乐止。独助、举助。官降自卯弼，重定。文武退，武进，攻献乐作，奏黄中公。合成之区，立定，乐止。礼直官引雅县官役冠喜位，北向吏。进户、冠守、税守器，出户役爵喜位，北向吏。进户、直爵。喜爵、士爵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户一坛，身自卯弼，至坛上着。尊所，东向一座，西向吏。进户受爵直爵，司尊雷举密。良运令着者尊之礼旗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户，亦正位神座前。北向吏。攻献乐奏黄中公，西城之区，武，定公之武。进户贵，三上乡，受爵直爵，3祭9于毛居，复祭马动如前仪。以爵授执事者。出户，府服薪，少退吏，在拜器，赐议皇的旨。位，配位，并如上仪器，乐止，降自卯弼，重定。礼直官引中。县官役冠喜位，冠守、税守器，役爵喜位，受爵直爵，喜爵士。爵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户，身自卯弼，至着尊所，进户受爵职。爵，良运令着西尊之盎旗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户，亦正位神座前，北向吏。攻献乐作，奏黄中公，西城之区，武，定公之武。上乡，祭9，马动，并如雅县之仪，降自卯弼。初中。县将升坛时，礼直官分引第1等分县官役冠喜位，进户、冠守、税守、敌爵、士爵器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户，各由其弊役着尊所。进户，执事者以爵授分县官，直爵，着太尊之范旗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各役诸神位前，进户贵，三上乡，3祭9器，出户。府服薪，少退，在拜薪，降重定。第1等分县官将升坛时，礼直官引第2等、第3等，内委内、内委外众星位分县官，各役冠喜位，进户、冠守、税守，着殿如上仪器，
理职官各引县官。重定，诸执事者皆退重定。理职官暂太柱撤边斗。登革勒作大。吕公，宁城之区，太柱贵以边斗各一少一故处，促撤出户。府福兴，乐止。奉礼郎赞曰：赐座，众官在拜，理职官乘传。PG 1206。曰：拜，在位者皆在拜，平，立定。宋神功献乐座，奏还中。公，天成之区，亦成止。9曰望辽。理职官引太尉、雅县驻殿议员、太常礼仪院使。监祭、监理各议员等，亦望辽尉。又引司徒、中县驻殿、监祭、监理各议员及太常礼仪院使等官，亦望议尉。乐座，奏黄忠。公，龙城之区，至尉、南向吏、乐止。上下诸执事各执匪禁。神座前，取凡玉及壁柱板。日月以上，斋郎以祖载身体属记。各由其必将，南行，经攻献乐，出东，诣辽坛。身自南壁，以玉壁、柱板、钻石置于柴上户内。诸执事又以内官以下之礼毕，皆从辽。理职官赞曰：可辽。东西执具者以具燎火伴柴。执事者亦以地址之玉壁、柱板、身体、属记亦一砍。分亦毕，礼。职官引太尉以下官以次由南纬东偏门出，理职官引监祭、监理。奉玉壁官、太柱、柱使、斋郎俱赴坛南，北向吏。奉礼郎赞曰：再拜。理职官乘传曰：拜。监祭、监理以下皆在拜泣，各退出。太乐令律工人25以次出。理职官引太尉以下诸执事。官至其班目前吏，理职官赞曰：礼毕。众官员依毕，各退于次。太尉等官，太常礼仪院使、监祭、监理展示作肉9里，奉进阙庭，余官各退。祭告3县仪，大德11年所定。告前3日，3县官诸职士官具公服赴中书省受事戒。前1日为正2刻，省生气。告日职名3县官以下诸执事官各具法服。理职官引监祭礼以下诸执事官先入就位，立定。监祭礼典事陈设毕，重定，立定。太官令律斋郎出，理职官引3县司徒、太常礼仪院使、光禄卿入就位，立定。理职官赞曰：有司警具，请行事，降神乐座。6成旨。太常礼仪院使凡伸手，重定，立定。奉礼赞3县以下，皆在拜，就位。理职官引出县役冠喜位，冠首器，升坛谥号天。上帝位前，北向吏。进户柜，3上香，殿玉壁，出户，府福兴。PG 1207。在拜器，降重定。理职官引出县役冠喜位，冠首器，亦爵喜位。喜事爵器，亦9尊所，着9器，请谥号天上帝神位前，北向。进户柜，3上香，直爵3祭9于毛居，出户，府福兴，4独柱。器，在拜，平立。请谥皇的指9尊所，
着县并如上仪，具毕。重定。礼直官引雅县，并如出县之仪，为不独著，降重定。礼直官引中县，并如雅县之仪，降重定。奉礼赞，赐作重官。在拜在位者皆在拜。礼直官引三县司徒太常卿、光禄卿、监祭、监理等官请议望辽尉，南向立定，四辽玉璧铸版。礼直官赞，可辽礼毕。祭告一县仪，至元12年所定。告前2日，交司令扫除坛。委内外翰林国史院学士撰写注文。前1日，告官等各供符捧。注版，敬请御属器，同御香上尊酒如常仪，迎致辞所摘素。告日直明前3刻，礼直官引交司令律其属一坛，铺言陈设如仪。礼直官2员引告官等各具子服，以次就位，东向立定。礼直官稍前曰：有司警具，请行事。赞者曰：鞠躬，曰：拜，曰：兴，曰：拜，曰：兴，曰：平身。礼直官先引直。士官各就位，赐谥告官前曰：请谥冠爵喜位。至位，北向立。曰：进户，曰：冠首，曰：税首，曰：喜爵，曰：是爵，曰：出户，曰：义酒尊所，曰：进户，曰：直爵，曰：司尊者举密，曰：浊酒。良运令浊酒，曰：以爵。受执事者，告官以爵受执事者，曰：出户，曰：谥号天上。帝皇的指神位前，北向立，曰：稍前，曰：进户，曰：贵，曰：上香，曰：上香，曰：三上香，曰：祭酒，曰：祭酒，曰：三祭酒，曰：以爵受捧爵官，曰：出户，曰：辅服兴，曰：举助官贵，曰：举助，曰：独助官贵，曰：独助。独器，曰：举助官殿柱板于案，曰：辅服兴。告官在拜，曰：鞠躬，曰：拜，曰：兴，曰：拜。PG 1208。曰：兴，曰：平身，引告官以下降重定。礼直官赞曰：在。拜，曰：鞠躬，曰：拜，曰：兴，曰：拜，曰：兴，曰：平身，曰：谥望辽尉，凡铸版半辽，告官以下皆退。其义之坎于祭所人的，方身足以容物。PG 1209。至第25。祭祀3。宗庙上，其祖宗祭享之礼，歌声，奠马洞，以蒙古巫祝致辞，盖国俗也。世祖中统元年秋7月丁丑，设神位于中书省，用登歌乐。遣跸蛇赤至祭焉。跸蛇赤，一言典书记者。12月，出命至泰。庙祭器，法服。2年9月庚申朔，徙中书属，奉迁神主于圣安。4. 辛巳，葬于瑞相殿。3年12月癸亥，即中书省备3县官。大理使司徒摄4事。礼毕，神主复葬瑞相殿。4年3月癸卯，召建太庙于燕京。11月丙戌，仍御4世中书，
以亲王何丹、塔察儿、王盘、张文谦摄事。至元元年冬10月，奉安神主于太庙，初定太庙7世之制。皇祖比第1世，皇伯考，伯比第2世，皇考，皇比第3世，皇伯考，伯比第4世，皇伯考，伯比第5世，皇兄，皇后。第6世，皇兄，皇后第7世。凡事以西为上，以次而东。2年9月，初命嫡养西生，取大乐宫于东平，习礼仪。冬10月己卯，享于太庙，尊皇祖为太祖。3年秋9月，始作8世神主，摄10世。冬10月，太庙成。丞相安童、伯颜言，祖宗世数，尊谥。庙号配享功臣，曾祀4世，各庙神主，七祀神位，法服祭器等事，皆以时定。乃命平章政事赵弼等及议，至尊谥庙号。PG 1210，定为8世。列祖神元皇帝，皇曾祖比宣义皇后第1世，太祖圣武皇帝，皇祖比光献皇后第2世，太宗英文皇帝，皇伯比昭慈皇后第3世，皇伯考术赤，皇伯比别土出迷失第4世，皇伯考察合代，皇伯比也肃伦第5世，皇考睿宗景襄皇帝，皇比庄胜皇后第6世，定宗简平皇帝，亲淑皇后第7世，宪宗桓肃皇帝，贞洁皇后第8世。11月戊申，奉安神主于10世，遂用冬祀，如初礼。4年2月，初定1岁12月建新时务。6年冬，时享毕。12月，命国师僧建佛事于太庙7昼夜，始造木质金表牌位时。有6，设大踏金以奉安10世前，为太庙建佛事之始。7年10月，癸酉，敕宗庙祝文书以国字。8年8月，太庙祝朽，从张义言，告于烈士而后修。奉千历主金牌位与旧神主于转木殿，供必安。奉自是修庙皆如之。丙子，敕东享无用犀牛。12年5月，检讨张千成，习者应修太庙，奉千金牌位。于转木殿设以金椅，其历主却与旧主牌位各柱箱内，安置金。以下礼有非宜。今拟何以金牌位迁于8室内，其实是立主仪。用彩于迁纳，旧主并牌位安置于箱为宜。9月丁丑，敕太庙。生父用牛。10月己未，迁金牌位于8室内。太柱兼奉礼郎生徒。至远言，妾见墓主继承，又有金牌位，其日月山神主及中统。初中书设祭神主，安奉摩所。博士亦曰：何存10世立主？旧制神主牌位，俱可随时埋役，不至神有二归。太常少卿矣。文制曰：其与张仲迁诸老臣一行之。13年9月丙申，建佛事于太庙，命及佛事处变大祭。己亥，享于太庙，加建阳路也是。是岁，改作金主，太祖主题曰：成吉思皇帝，睿宗。题曰：太上皇也可纳言，皇后皆提名讳。
14年8月乙丑，召建太庙于大都。博士言：古者庙制，绿都宫别殿，西汉亦各立庙，东都以中兴重建，故七世同堂。PG 1211。后世遂不能革。15年5月9日，太常卿还自上都为义庙。至据博士言同堂议事非礼，以古今庙制画图贴说，令博士礼。天灵机往上都，分议可否以闻。亦曰都宫别殿，七庙九庙之制。记法曰：天子立七庙，三朝三暮与太祖之庙而七，诸侯大夫是将杀以两。晋博士孙玉以卫外为都宫，内各有秦庙，别有门垣。太祖在北，左昭右穆，以次而南是也。前庙后寝者，以向人君之居。前有朝而后有寝也。庙以葬主，以40祭，寝有衣冠几丈象身之具，以见兴物。天子太祖百世不迁，宗义百世不迁，高祖以上清晋则地迁。昭常为昭，穆常为穆，同为都宫，则昭常在左，穆常在右，而外有以不失其序。一事自为一庙，则昭不见穆，穆不见昭，而内有以各权其尊，必遐想而会于太祖之庙，然后续其尊卑之次。盖父子一宫，祖弥一庙，所以晋世王如是存之意。然汉儒论七庙九庙之数，其说有二，为玄成等一位。周之所以七庙者，以后继始封文王、武王受命而亡，是以三庙不毁，与清庙四而七也。如刘歆之说，则周自武王克商，以后继为太祖，即增立高宇、雅宇二庙于公书、太望、王继、文王二昭二穆之上，以为七庙矣。至义王时始立文氏氏于三穆之上，至孝王时始立武氏氏于三昭之上，是为九庙矣。然先儒多是刘歆之说。二曰同堂议事之制。后汉明帝尊简自义，遗诏无起秦庙，但葬其主于光武庙中更衣别事。其后章帝又复如之，后世遂不敢加。而公司之庙，皆用同堂议事之制。先如朱熹以为治始太祖之位，下同孙子，而更辟处于一隅，无以见为七庙之尊，群庙之神，则又上彦祖考，不得自为一庙之主。以人情论之，身居九重，穷极壮丽，而社稷一事，不过寻丈，甚或无得以容鼎祖，而因损其数，子孙之心，于此亦有所不安矣。且如命氏 PG 1212以上，其父子父姑，有且异处，仅尊卑之序，不相亵渎。况天子贵为一人，父有四海，而祖宗神位术士同处一堂，有失人子，是王如是存之意矣。16年8月丁酉，以江南所获玉珏极殿，凡49室，纳于太庙。17年12月甲申，告迁于太庙。癸巳，臣止和理获。孙太常卿太初、突忽司等，以时室内立主8位，并日月山版位。
圣安寺墓主具迁。甲午，和李或孙，太常卿撒里蛮律百官奉太祖。睿宗二世经主于新庙安奉，遂大享焉，以为毁旧庙。18年2月，博士李时衍等议，历代庙制俱各不同。欲尊祖宗，当从都公别殿之制；欲重简约，当从同堂议事之制。3月11日，尚书段纳海及太常理官奏曰：始义7庙，除正殿、寝殿、正门、东西门以见外，东西6庙不须更造，于一。太常寺新图见之，遂为前庙，后寝，庙分7室。21年3月丁卯，太庙正殿成，奉安神主。9月，庙室挂铁钢钉赞龙门。告成。22年12月丁未，皇太子薨。太常博士议曰：前代太子薨，梁武帝是统曰昭明，其武帝是常茂曰文惠，唐宪宗室宁曰惠昭，今世宗室允公曰宣孝，又建别庙以奉神主，准中祀。以陈登歌，立设令臣，遂公洒扫。斯皆类代之典，莫不追美宏。修时中书，翰林诸老臣，亦宜家事，立别庙奉祀。遂谥曰明孝太子，作主用经。25年冬享，至宋白马衣。30年10月朔，皇太子复于太庙。31年，成宗即位，追尊皇考为皇帝，庙号裕宗。元贞元年冬10月癸卯，有事于太庙。中书省陈言去岁世祖皇后，裕宗复庙，以灵代御册。今御册，御宝臣，请纳诸各事。帝曰：卿享之礼，祖宗未尝行之。其奉册以来，正公助之，命县官引导入庙。大德元年11月，太保岳赤察尔等奏请庙。PG 1213，享增用马，至可。2年正月，特祭太庙，用马宜牛宜羊鹿，也使天鹅各7，余品如旧，为特祭之始。4年8月，以皇比。皇后复。6年5月戊申，太庙请殿灾。11年，武宗即位，追尊皇考为皇帝，庙号顺宗。太祖谥居中，睿宗熹第1世，世祖熹第2世，裕宗熹第3世，顺宗东第1世，成宗东第2世。追尊先元妃为皇后，复承宗室。至大2年春正月乙未，以受尊号，恭谢太庙，为清寺之始。10月，以将家事太祖，睿宗，则日请太祖；睿宗尊事于天，则日请光。献皇后、庄圣皇后尊事于庙，改至今表神主，题写尊事庙号。12月乙卯，亲享太庙，奉御册、御宝，加上太祖圣武皇帝尊。谥曰法天启运，庙号太祖，光献皇后曰义圣，加上睿宗景襄皇。帝曰仁圣，庙号睿宗，庄圣皇后曰显义。其旧制，今表神主。以独柱两旁，自是主皆范经作之，如今表之制。延佑7年，仁宗生父，增置庙事。太常礼仪院下博士检讨。历代典故，遗书礼部，中书及议曰：
古者天子祭7代，兄弟同为一代，庙事皆有神主，增至庙事。又义大行皇帝身，复太庙7世皆有神主，增事不及。依前代典故，全于庙内置。设卧座，面南安奉。今乡试的第7世晋南对室地位，东西1丈5尺，除设卧座外，余5尺，不妨行礼。乃皆采为殿，至武宗室南，全奉神主。10月戊子，英宗将以40宫祀太庙，命太常礼官与中书、翰林、及贤等官及议其礼制，曰：此追远报，本之道也，无以正劳而有所损焉。其一尊典礼。丙寅，中书以公谢太庙一柱敬。11月丙子朔，地狱斋公。丁丑，备法驾。一位公谢太庙，至临兴门驾旨，有司禁免不狱，不治大赐。服衮免端拱以祀。礼仪使请赎著，帝降御作正立书名。即读注。敕高赞御名。至仁宗室，则须悉流涕，左右莫不感动。退至西神门，殿中间受归，出将眉阶乃受。甲辰，太常进食享太庙仪。PG 1214。是。至元年正月已有，使命于太庙园西北建大次殿。丙戌，始以祀孟月时享，亲祀太师。李成作大赐谓群臣曰：正纂。臣祖宗批叙，夙夜之力，无以报称，遂为祀，使人代之，不能治如在之臣，实所未安。自今已始，遂必亲祀，以忠正身。5月，中书省陈言以庙制事，及御史台、翰林院、太常院陈议。仅按前代庙事，多寡不同。晋则兄弟同为一室，正室增为14间，东西各1间。唐9庙后增为11室。宋增室制。18，东西家室各1间，以葬挑主。今太庙虽分8室，然兄弟为室，只6室而已。世祖所建前庙后寝，往遂寝殿哉。寝以今殿为寝，别作前庙15间，中3间通为一室，以奉太祖神主。余以次为室，庶几秦文得宜。谨上太常庙制。制曰：善。其以来遂迎之。2年春正月丁丑，使臣鲁部亲享太庙。3月23日，以新作太庙正殿，夏秋2季全旨。秋8月丙辰，太皇太后崩。太常院官奏，国哀以日1月，旬有2日外，乃举4事。有司以10月戊辰，有事于太庙，取圣财。制曰：太庙礼不可废，迎香去乐可也。又言太庙新宫未毕，有防陈宫献乐，请只用登歌，从之。3年春3月戊申，复昭献元圣皇后于顺宗室。夏4月6日，上都分省参议宿，以都堂旨，太庙家事未有制度，在约台院。等官议定。博士议曰：按尔雅，曰是有东西相约庙。注：家事前堂，同理曰西家南向。注：曰
西乡家室，此东西家室之正文也。贾公宴曰：是有东西乡曰庙，其家皆在序。是则家者，有金耳房之类也。然其制度，则谓直文。东晋太庙正室16间，东西处各1间，共10有8所。未处者，非家室宇。唐贞观故事，迁庙之主，葬于家室西壁。PG 1215。南北3间。又宋哲宗亦常于东家室奉安，后虽增建1室，其家室仍旧。是唐、宋家室与诸室制度无大异也。五帝不相言乐，三王不相习礼，京庙制皆不合古，权宜一时。以取京庙15间，南北6间，东西两头2间，准唐南北3间之制，累制动为3间，必以红泥，以准东西序，南向为门，如今是户之制，虚前以准乡，所谓家室前堂也。虽未尽合于古，于今是为宜。6月，上都中书省以文，至若曰可。人参敕以太庙前殿，时有5间，东西2间为家室，南向。秋7月辛卯，太庙落成。国有大故，晋王即皇帝位。12月戊辰，追尊皇考晋王为皇帝，庙号显宗，皇比晋王妃为皇后。庚午，道入太庙，诗人。宗即辞圣皇后神主。壬申，重作人庙2金主。丙午，御史赵成。庆延，太庙失神主，乃古今莫大之变。由太常理官不公爵职，宜正其罪，以谢宗庙，以安神灵。致命中书定罪。太定元年春正月甲午，奉安仁宗及慈圣皇后2神主。丁丑，御史宋本、赵承庆、李家宾言太庙失神主，以得旨，命中。书定太常失守之罪。中书以为是在太庙属令，而太常官属居位。如故，习唐陵庙皆立宗正，道着景陵门几架，即贬陵令臣，而宗正轻易皆贬黜。且神门几架比之太庙神主，孰为轻重？一定。其罪名，显示处罚，已成不可不报。先是，博士刘志建议曰：窃以礼莫大于宗庙。宗庙者，天下国家之本，礼乐行政之所自出也。唐、虞3代而下，靡不由之。圣元隆兴硕垂基德类公100有余年，而宗庙未有一定之制。方圣天子继统之初，定一代不堪之典，为万世法成，正在今日。周至，天子7庙，3朝3暮，朝处于东，暮处于西，所以别父子亲疏之序，而使不乱也。圣朝取唐、宋之制，定为9室，遂以旧庙8室而为6室，朝暮不分，父子并坐，不合礼经。PG 1216。新庙之制，15间，东西2间为家室，太祖世纪居中，则唐、宋之制不可依，唯当以朝暮列之。父为朝，子为暮，则睿宗当居太祖之东，
为昭之第一世，世祖居西，为穆之第一世。豫宗居东，为昭之第二世。兄弟共为一世，则成宗、顺宗、显宗三世皆当居西，为穆之第二世。武宗、仁宗二世皆当居东，为昭之第三世。英宗居西，为穆之第三世。昭之后居左，穆之后居右，西以左为上，东以右为上也。苟或如此，则昭穆分明，治然有序，不为礼经，可为万世法。若以类朝定制，依是次于兴庙迁安，则显宗基顺宗之上，顺宗基成宗之上。以礼言之，春秋闵公无子，庶兄西公戴立。其子文公遂基西公于闵公之上，史称逆嗣。即定公正其序，书曰：从嗣先公。然西公犹是有位之君，尚不可居故君之上，况未尝正位者乎？国家虽曰以右为尊，然古人所上，或左或右，出无定制。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庙，国家宗庙亦居东方，其有见宗庙之方位？既依礼经，而宗庙之朝暮反不应礼经乎？且如今昭贺，或祭祀，宰相县官分班而立，居西则上左，居东则上右。即行礼就位，则西者复上右，东者复上左矣。至直居博士，宗庙之是所宜见明，然是大体重，宜从史院遗书及议取之。4月辛巳，中书省陈言，世祖皇帝始建太庙。太祖皇帝居中南向，睿宗、世祖、豫宗神主以次复西氏，顺宗、成宗。武宗、仁宗以次复东氏。二者即贤、翰林、太常诸陈言，国朝。建太庙尊古制，古上左，今尊者居右为少屈，非所以示后世。太祖皇帝居中南向，宜奉睿宗皇帝神主父左一世，世祖父右一世，豫宗父睿宗室之左。显宗、顺宗、成宗兄弟也，以次父世。祖室之右，武宗、仁宗亦兄弟也，以父豫宗室之左。英宗父成宗室之右。臣等以其意进士，仅会世次为图以献，为陛下裁责。PG 1217。从之。5月戊戌，复显宗、英宗凡10世。4年夏4月辛未，盗入太庙，失武宗神位及祭器。人参重作武宗金主及祭器。甲午，奉安武宗神主。天历元年冬10月，丁亥，毁显宗室。重改至元之6年6月，诏毁文宗室。其宗庙之事，本末因格，大概如此。凡大祭祀，犹贵马动。将有事，敕太仆4动马官，奉上引者革囊甚颂焉。其马身既与3身同登于祖，而歌殿之传，复与边斗俱设。将殿身盘类马动，则蒙古太柱身亦第一座，呼帝后。神会以至纪年月日数，生其品物，治其助语，以次义烈士，皆如之。礼毕，则以歌殿之余，撒于南陵新门外，名曰抛撒茶。范盖以国礼行事，
由其所重也。始至元初，今大柱未有量者。是于朝，议中书言太常寺奉祀宗庙礼不备者数世，礼不宜太常。考前代典礼，以堪有量所言，皆非是，由是礼官代有讨论。歌殿之礼，初为太常卿设之，丧歌为初县，乃有三县等官统设之。乙博士亦曰：凡陈设祭品、十尊雷等事，县官皆不与也。独此卿设之，然后再升殿，恐非臣阙专一之道。且大理使等官，犹非其职。大乐署长言：歌殿之礼，宜别传乐章。博士亦曰：三县之礼，11古制。若割肉、奠葡萄酒、马动，别传乐章，是又成一县也。又义凡辽禄与京烧饭礼盒，不可废。行言、糗耳、粉瓷、一石、生石非骨、雷骨、鹿骨与波涛之制不同。设四大理使中系监吏，无其异。知礼者皆有，取于其言。英宗之初，博士又言：今冬季即真也。天子卿科，太史、功臣宜配享，是亦服果行。妙志，至元17年，新作于大都。前庙后寝，正殿东西7间，南北5间，内分7室。殿壁2乘3阶，中曰太阶，西曰西阶，东曰坐阶。寝殿东西5间，南北3间，环以宫城4余众。屋号角楼。正南、正东、正西宫门3，门各5门，皆号神门。PG 1218。殿下道直东西神门曰横阶，直南门曰通阶，辟之。通阶两旁井。2皆复以亭。宫城外辽以重圆。转木殿7间，在宫城南门之东南向。其班5间，在宫城之东南西向。省转殿1间，在宫城东门少北南向。出县斋室在宫城之东园门内少北西向。其南为雅中县、司徒、大理使、驻殿、七四县官等斋室，皆西向。雅乐库在宫城西南东向。法务库、仪銮库在宫城之东北皆南向。都监局在其东少南西向。东园之内环筑墙，园为别院。内神厨局5间，在北南向。仅在神厨之东北有亭。酒库3间，在井亭南西向。慈济局3间，对神厨局北向。院门西向。百官厨5间，在神厨院南西向。宫城之南。复为门，与中神门相直，左右连屋60余间，东掩其班，西直雅乐库，为诸执事斋房。筑重雍以环其外，东西南开临新门。3门外驰道，抵其化门之通衢。至元年，诏议增广庙制。3年，别建大殿15间余京。庙前用金庙为寝殿，中3间通为一室，余10间各为一室，东西两旁祭墙各留1间，以为家室。
市街东西横阔2丈，南北入，深6间，每间2丈。宫城南展后，凿新井2余殿南坐亭，东南隅，西南隅角楼，南神门，东西神门，转木殿、审传殿、县官百执事斋室、中南门、旗班、雅乐库、神厨、慈济等局，皆南徙。建大次殿3间于宫城之西北，东西临新门亦南徙。东西临新门之内，鲁布房4所，通50间。神主至元3年，使命太保刘秉忠考古制为之，高1尺2寸，上顶环径2寸8分，四相合扇1寸1分，上下4方穿，中央通孔，径9分，以光漆题尊饰于背上。溃夫底盖巨方，底自下而上，盖从上而下。底其夫，方1尺，厚3寸，皆准圆右骨。尺图主及溃夫皆用立木，溃夫并用悬漆，设石室以安奉。地主用曲脊，黄罗帕覆之。后主用直脊，红罗帕覆之。石室每 PG 1219。是红颈后入夷紫颈薄入夷黄罗覆帐夷龟背红莲夷圆矣。黄罗代氏。6年12月18日，国师奉旨造木制金表牌位时有。6. 一毫神主。设大踏金以位，至10室前。地位于右，后位于左，题号其面，龙以销金降砂，其质如毒。注有2，注册，清四用之。制以竹，每复20有4剪，管以红绒绦。面用胶粉涂饰，背饰以降金起。葬以楠木铝金云龙。匣涂金锁月，绦以红锦囊，蒙以销金云龙降罗覆。拟篆注文。书注、读注皆翰林慈诚长之。至大2年清4，竹册长1尺2寸，广1寸2分，厚3分。至2年正月清4，竹册8副，每册20有4剪，长1尺1寸，广1寸，厚1分2厘。注板设4用之，制以秋木，长2尺4寸，广1尺2寸，厚1分。其面背饰以金结处置。注文：至元时，享于太祖氏，称孝孙嗣皇帝陈某，睿宗室。称孝子嗣皇帝陈某。天历时，享自太祖至裕宗4世，皆称孝曾。孙嗣皇帝陈某，顺宗室，称孝孙嗣皇帝陈某，成宗至英宗3世。皆称嗣皇帝陈某，武宗室，称孝子嗣皇帝陈某。璧以白增为之，每段长1丈8尺。生其数品，大4，马宜用色纯者，有腹，牛宜其角卧。其色赤，有腹，羊，其色白，豕，其色黑，鹿。凡马、牛、羊、豕、鹿身体，每室7盘，单室5盘。太根，每室3灯，合根，每室3形。编织时，每室10有2品，斗之时，每室10有2品。凡4，先其命贵臣律列师取先张鹿兔，以攻蒲海潭海。道梁为范，每室2府，属稷为范，每室2轨。夷尊之时，每室10有1。明水玄酒，
用阴间取水于月，与井水同，常用玉金为之。5期。39运于光禄寺。路辽消耗，至元18年5月服用，后遂废。毛香以缩酒，至元17年，使用元州麻阳县包毛。天鹅、野马。塔拉布花，其状如獾。野鸡、羌、黄羊、胡寨儿，其状如。PG 1220。酒。冻乳、葡萄酒，以国礼歌殿，皆烈士用之。阳乙史。1. 编之12例，陆府；斗之12金租，陆海；府之10属，鬼之10祭，爵尊之19，皆妻4位各用之。建兴伟、野雉、孟春用之。燕、天鹅、仲春用之。风酒、鸭鸡卵，季春用之。冰、羔羊、孟夏用之。樱桃、竹笋、蒲笋、杨、仲夏用之。瓜、豚。大麦饭、小麦面，季夏用之。雏鸡、孟秋用之。鳞芡、栗、黄薯、仲秋用之。梨、枣、薯、梁、慈老，季秋用之。芝麻、土、鹿、稻米饭，孟冬用之。群、野马，仲冬用之。李、黄杨、塔拉布花，季冬用之。至大元年春正月，皇太子严建新增用饮糖。品物：羊羔、鲫鱼、馒头、石棋子、西域汤饼、环米粥、砂糖。饭羹，每月用以配件。祭器：砭石有2，密以青金，金绘彩云。斗石有4，一石。毛血，一石路辽。灯3，行3，有4。符2，鬼2，有笔注。祖7，以载身体，皆有顶。后以盘柱身体，盘置足上，顶不用。香案1。销金降罗1。银香顶1，银香莲1，毛居盘1石矣。沙。以上并陈室内。辽炉1石以炭。匪1石以消耗属稷。柱案以紫罗1，置柱文于上，销金降罗复之。鸡以有粥。鸟以有粥，家勺，春夏用之。甲以有粥，黄以有粥，家勺，秋冬用之。虎以有粥，未以有粥，家勺，特忌用之。凡鸡夷、甲夷、虎夷以食明水，鸟夷、黄夷、未夷以食畅。西尊2，象尊2，春夏用之。者尊2，胡尊2，秋冬用之。太尊2，山尊2，特忌用之。尊皆有垫勺，密以白布巾。金绘符文。者尊2，山雷2，皆有垫加密。以上并陈室外。胡尊2，太尊2，山雷4，皆有垫加密，借以观席，并陈殿下。北向西上，射而不着，每室皆同。通廊玉香案宜销金黄罗1。银香莲1，柱玉柱香，销金帕覆之，并陈殿中央。雷喜所雷2。喜2，亦以弓绝敌，亦以弓冠节。匪2，时以章赞金，涂金银。PG 1221。绝。七四神位，编2，斗2，辅1，鬼1，祖1，绝亦有殿。
香案夷沙池夷胡尊二有殿加密，七四皆同。雷夷喜一。匪夷中统以来，杂经宋祭器而用之。至初，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，其旧器悉至几格。清40享仪，其目有8。亦曰斋戒。前4、7日，皇帝散斋4日于别殿，治事如故。不作乐，廷奏行民事，不行刑罚。至斋3日，为专心4事，其2日于大明殿，1日于大寺。至斋前1日，上设监舍御卧于大明殿西序东向。至斋之日直明，诸为乐所不屯列。昼漏下衣。客通事舍人引事享执事文武4品以上官，具公服役别殿奉迎。2客侍中板奏请忠言，皇帝服通天冠，降纱袍。3客侍中板奏外办，皇帝节配出别殿，陈于华盖散善侍卫如常仪，奉引至大明殿御卧，东向坐，侍臣家事如常。一客请侍中前跪，奏言请将就斋，抚福星。皇帝降坐入室，侍享执事官各还所思。宿位者如常。凡应4官受事戒于中书省。散斋4日，至斋3日。光禄清荐取明水火，火以公窜，水以时尊。2曰陈设。4前3日，上设监臣大赐于西神门外道北南向，设小赐于西街西东向，设板位于西神门内横街南东向，设引符位于太师尊仪所稍东西向，设黄道应入于大次前，至西神门，至小次板位西街及殿门之外，设玉玺位于玉板位东稍北北向，设雅中县位于西神门内玉板位稍南东向，以北为上，雷玺在其东北。设雅中县引符位于玉引符位后稍南西向。陈设八宝黄罗案于西街西，随地之宜。设享关公县乐省升位，诸执事公卿御史位，并如常仪。殿上下及各事。设府簋鞭斗尊雷仪甲等器，并如常仪。3曰车驾出宫。4前1日，所司被法驾鲁布于崇天门外。太仆卿律其属被御录于大明门外。牵牛将军执刀于路前北向。PG 1222。其日直明，诸事享执事官，先诣太庙4所。诸事臣职位及导驾。关于至斋殿前，左右分班立。通事舍人引侍中贵奏请忠言，福星。皇帝服通天冠，降纱袍。少请侍中板奏外办，皇帝出斋事即御座。群臣起居器，上辇敬于，侍中奏请皇帝升于。皇帝升于，华盖散善侍卫如常仪。导驾官前导至大明门外，侍中进当于前，贵奏请皇帝降于深路。皇帝升路，太仆执御导驾官分左右不导。门下侍郎进当路前，贵奏请车驾进发。车驾动称紧闭。
牵牛将军家而驱至崇天门外，门下侍郎跪奏请车。驾少住，斥众官上马。侍中臣止退，称曰：至可。门下侍郎退，传至称众官上马。赞者乘传斥众官上马。上马弃，门下侍郎奏请斥车右身。侍中前陈至，退称曰：至可。牵牛将军身弃，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。车驾动，称紧闭。福宝郎奉八宝。与殿中间不从在黄钺内，教房乐前引，鼓吹不振作。将至太庙，礼直官引诸事想执事官于庙门外，左右立班，奉迎驾至庙门。回路南向，将军将立于路左，侍中于路前奏称侍中陈某请皇帝。降路，步入庙门。皇帝降路，倒驾关前倒，皇帝步入庙门稍息。侍中奏请皇帝生鱼，上辇凤鱼，华盖散扇如常仪。皇帝乘鱼至大赐，侍中奏请皇帝降鱼入就大赐。皇帝入就赐，连降宿位。如是，上时尽善如仪。礼仪使以铸板奏御属器，奉出太庙令。受之，各殿于殿，至各事柱案上。通事舍人臣旨，敕众官各还。斋次。四曰审生气。4前1日为后3刻，领西令臣、太官令臣。太柱以身就位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光禄卿臣、监祭礼等官就位。礼直官请太常、监祭、监礼由东神门北偏门入，身自东街。每为士敌祭器，司尊以举密曰：节。具毕，将自东街，由东神门北偏门出，重定，立定。礼直官稍前曰：请审身，引太常。卿士身，退重定。次引领西令出班，寻身一匝，西向折身曰：PG 1223。冲。朱太柱寻身一匝，上一元出班，西向折身曰：徒必举。重定。蒙古乌铸制瓷器，礼直官稍前曰：请一审传位，引太常卿、光禄卿、监祭、监礼、光禄臣、大官令臣一审传位，东西相向立定，以北为上。礼直官引太常卿一传殿内审传。是传。弃，礼直官引太常卿还斋所。次引领西令臣、朱太柱以次迁身。议除，授太官令。次引光禄卿臣、监祭、监礼议除审鼎获，是敌盖弃，各还斋所。太官令率载人以鸾刀割身，助使各取毛血。每位共食一斗，以干洗于玉畅及取鹿疗，每位共食一斗，至于各位。传室内，袍人烹身。5曰辰科。4日丑前5刻，诸享陪位官各付其赋。光禄卿。梁运令、太官令入，时鞭、斗、斧、簋、尊、雷，各如常仪。太乐令律工人25，以次入。奉礼郎赞者先入就位，礼直官引。御史、博士及执事者以次各入就位，并如常仪。礼直官引司徒以下官升殿，分香设酒，如常仪。礼直官引太常官、
御史。博士升殿，侍陈设，就位。复与太庙令、太柱、公为令升殿。太柱出地主，公为令出后主器，御史及以上升殿官于当必尽息。北向礼。奉礼于殿上赞奉神主器，奉礼曰：在拜，赞者乘传。诸官及执事者皆在拜，各就位。礼职官引雅中县等官由南神门东偏门入，就位，立定。礼职官赞有司警具，请行事。协律。郎府福兴、举徽、公古柱、公献乐座、司臣之区，以黄中为公，大吕为角，太簇为真，应中为羽，作文武九臣旨。乐奏将中，通事舍人引侍中板奏请中言。皇帝服衮冕，作少请，礼直。官引博士，博士引礼仪使，对立于大次门外，当门北向。侍中奏外办，礼仪使跪奏请皇帝行礼，抚福兴，连卷。福宝郎奉宝。臣于西壁之西黄罗岸上。皇帝出大次，博士、礼仪使前导，华盖散善如仪，大理使后从。至西神门外，殿中间跪敬正规，皇帝直规，华盖散善停于门外，进侍从入门。协律郎贵府福兴。PG 1224。举徽，公古柱，公献，顺承之乐，作。置板位东向，协律郎眼。徽，公甲羽，乐旨。引礼官分左右侍立，礼仪使前奏请再拜。皇帝再拜。奉礼曰：众官再拜，赞者乘传，凡在位者皆再拜。礼仪使奏请皇帝亦冠喜位，公献乐座，置喜位，乐旨。内侍贵取薪握水，右内侍贵取盘薪盛水。礼仪使奏请进正。规，皇帝进规，冠首器，内侍贵取金鱼匪薪以进，税首器。皇帝亦爵喜位，奉赞官以赞贵进，皇帝受赞，内侍奉握水。右内侍贵，奉盘盛水，喜赞器，内侍奉金以进，皇帝侍赞器。内侍殿盘，右殿金鱼匪，奉赞官贵受赞。礼仪使奏请执正规。前导皇帝升殿，公献乐座，至西阶下，乐旨。皇帝升自西阶，登歌乐座，礼仪使前导皇帝诣太祖世尊仪所，东向立，乐旨。奉赞官以赞立唱，司尊者举密，侍中贵着御唱器，礼仪使前导。入诣太祖神座前，北向立。礼仪使奏请进正归贵，奉赞官西向。立，以赞贵进。礼仪使奏请直赞，以唱冠的，皇帝直赞以唱冠的，以赞受奉赞官。礼仪使奏请直正规，抚福兴。皇帝抚福兴。礼仪使前导出户外入位。礼仪使奏请再拜。皇帝再拜器，礼仪使前导诣第二世以下，冠唱并如上仪。冠器，礼仪使奏请海板。位，登歌乐座，皇帝降自西阶，乐旨。公献乐座，置板位东向。立，乐旨。礼仪使奏请海小次，前导皇帝行，公献乐座。将至。小次，
礼仪使奏请示正规，殿中间贵寿，皇帝入小次，连降。乐旨。6曰进传。皇帝冠将毕，光禄卿议传、殿试传，重定。太官令律斋郎议传目，以身体设于盘，各对举以行，自南神门入。司徒出迎传，宫献乐作，奏无社公，家臣之躯。礼直观隐司。徒斋郎奉传身自太阶，由正门入。诸太驻营于街上，各跪殿。于神座前，斋郎执护府福星，变殿器，乐旨。礼直观隐司徒。太官令律斋郎将自东街，各重定。传之身殿也，太官承律七四。PG 1225。斋郎奉传，以续跪殿于七四神座前，退从殿上斋郎以次重定。诸太官令律歌声官役各事，尽歌身体至足上，皆退。7曰着宪。礼直观于殿上赞太助立毛居，礼仪使奏请议冠。喜位。连卷，初次，宫献乐作。殿中间贵进正规，皇帝执正规。至冠喜位，乐旨，北向立。礼仪使奏请进正规，执事者贵取弥。星卧水，右贵取盘盛水。礼仪使奏请皇帝冠首，执事者贵取金于匪，星进。税守器，礼仪使奏请执正规，请议爵喜位。北向立。礼仪使奏请进正规，奉爵官以爵贵进。皇帝受爵，职。侍者奉弥卧水，奉盘盛水。皇帝喜爵器，执事者奉金贵进。皇帝侍爵，执事者殿盘弥，右殿金于匪，奉爵官受爵。礼仪使奏请执正规，升殿。宫献乐作，至西阶下，乐旨。升自西阶，登。歌乐作，礼仪使前导议太祖世尊仪所，东向立，乐旨。礼仪使奏请进正规职爵，奉爵官以爵贵进。皇帝受爵，司尊者举密。梁运令贵着西尊之范旗，以爵受执事者。礼仪使奏请执正规。皇帝执规，入议太祖神位前，北向立。宫献乐作，奏开陈之区。礼仪使贵奏请进正规贵，又奏请三上香。三上香器，奉爵官以爵受进九官，进九官东向以爵贵进。礼仪使奏请执爵。三祭酒于毛居，以虚爵受进九官，进九官以受奉爵官，奉爵官退立尊仪所。进九官进取神案上所殿御爵马动，东向贵进，礼仪使奏请执爵祭马动。祭器，以虚爵受进九官，进九官进殿神案上，退。礼仪使奏请执规，辅福星，司徒进护贵于足前，奉身西向以进。礼仪使奏请进正规，皇帝进规，辅受身盘，北向。贵殿神案上。蒙古驻使至瓷器，礼仪使奏请执正规星，前导。出户外入位，北向立，乐旨。举柱官进护贵，对举柱板，独柱。官北向贵，独柱文器，辅福星，举柱官殿柱板器，先议次事。礼仪使奏请再拜。
拜器，礼仪使前导议各事，各奏本事之乐。其着线、进身、即马动，并如第一事之仪。既毕，礼仪使奏请。PG 1226。亦引服位。登歌乐作，至位，西向立，乐止。登歌，臣之乐。作，礼直观引司徒立于引服位侧，太柱以爵着上尊引服酒和。至一爵，以奉侍中，侍中受爵，奉以立。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。拜器，奏请进正归跪。侍中东向以爵跪敬，礼仪使奏请直爵。三祭酒，又奏请萃酒。萃酒器，以爵受侍中。礼仪使奏请受座。太柱以属祭犯边受司徒，司徒东向跪敬。皇帝受，以受左右。太柱又以坐肉祖跪受司徒，司徒跪敬。皇帝受，以受左右。礼直观引司徒退立。侍中再以爵酒跪敬，礼仪使奏请皇帝受爵饮。服引服器，侍中受虚爵，兴，以受太柱。礼仪使奏请执正归。辅服兴，又奏请再拜。拜器，乐止。礼仪使前导海板位，登歌。乐作，降自西阶，乐止。宫献乐作，至位乐止。礼仪使奏请还。小次，宫献乐作。将至小次，礼仪使奏请侍正归，殿中间跪受。入小次，连降，乐止。文武退，武进。先是皇帝着献器，将至小次，礼直观引雅献官议冠喜位。冠喜器，身自坐阶，着献，并如常仪。着献器，礼直观引雅献官议东序，西向立。诸太柱各以着雷服酒，合至一爵，宜太柱捧爵进雅献之左，北向立。雅献再拜受爵，跪祭酒，遂萃饮。太柱进受爵，退，复于殿上。雅献兴再拜，礼直观引雅献官将重定。中献如雅献之仪。初中献祭身，礼直观引七四献官各议冠喜位，进户冠税器，直户议。神位，进户贵直爵，三祭酒，殿爵直户，辅服兴，再拜器，议。次位，如上仪。中献毕，赞者唱，太柱撤边斗。诸太柱进撤。边斗，登歌，封臣之乐，作，促撤乐止。奉礼曰：赐作，赞。者唱，众官再拜，在位者皆再拜。礼仪使奏请一板位。连卷。初次，殿中间跪敬正归。皇帝直归行，宫献乐作，至位乐止。宋神，保臣之乐，作，议臣止。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，赞者臣。传，凡在位者皆再拜。礼仪使前奏礼毕，前导皇帝还大赐。宫献，昌宁之乐，作，出门乐止。礼仪使奏请侍正归，殿中间跪。PG 1227。授华盖散善引导如常仪。入大次，连将。礼直观引太常卿。御史、太庙令、太柱，公为令升殿纳神主，将就拜位，奉礼赞。升纳神主器，再拜。御史以下诸执事者皆再拜，
以次出。礼直。官各引享官以次出，太乐令律工人25以次出，太庙令合户矣。将乃退。注册葬于馈。8月车驾还公。皇帝既还大赐，侍中奏请解言。皇帝事滚。免廷大赐。5克请，上时进善。所思被法驾鲁部，与世辞官。蓄立于太庙临兴门外，以北为上。侍中版奏请忠言，皇帝改服。通天冠，降纱袍。少请，侍中版奏皇帝初次生于倒驾关前倒。华盖散善如仪。至庙门外，太仆青绿旗属进京路如是。侍中前。奏请皇帝降于深路。深路弃，太仆御。门下侍郎奉请车驾进发。府福兴，退。车驾动，称紧闭。至临兴门外，门下侍郎奉请车驾全停，敕众官上马。侍中臣止退，称曰：至可。门下侍郎退。传至，赞者乘船。众官上马毕，门下侍郎奏请敕车右身。侍中臣止退，称至可。牵牛将军生气，倒驾官分左右前倒。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。车驾动，称紧闭。福宝郎奉八宝与殿中间。从，教房乐鼓吹振作。驾至崇天门外园临兴门外，门下侍郎奏请车驾全停，敕众官下马。赞者乘船，众官下马。车驾动，众官前引入内石桥，与1丈道卷而北，伫立。驾入崇天门，至大明门外降驾，生于已入。驾既入，通事舍人臣指敕众官皆退。宿卫官律卫士宿卫如是。PG 1228。至第26。祭44。宗庙下。清谢仪，其目有8。亦曰斋戒。前享3日，皇帝散斋2日于别殿，至斋1日于大赐。应享官员受事戒于中书省，如常仪。2曰陈设，如前清4仪。3曰车驾出宫。前享1日，所思备仪从，内外帐与应享。知官2行蓄立于崇天门外，太仆卿控御马立于大明门外，诸事。臣及倒驾官24人，聚于斋殿前左右分班立后。通事舍人引。侍中贵奏请忠言，府福兴。少请，侍中版奏外办，皇帝即御作。4品以上应享执事官起居器，侍中奏请生于。皇帝出斋殿，降。自正阶，臣于华盖散善如常仪。倒驾官前倒至大明门外，是。中进当于前，奏请将于乘马器，倒驾官分左右不倒。门下侍郎贵奏请进发，府福兴，前称紧闭。至崇天门，门下侍郎奏请全停，敕众官上马。侍中臣止退，称至可。门下侍郎退传至，称众官上马，赞者乘船。众官出临兴门外，上马器，门下侍郎奏请进发，前称紧闭。华盖散善1丈与众官左右前引，教房乐鼓吹不振作。
至太庙临兴门外，虹桥南，赞者乘船众官下马。下马弃，自卑而尊与一丈道卷而北，两行伫立。驾至庙门，是 PG 1229。中奏请皇帝下马，步入庙门。入庙门泣，是中奏请生于上辇。凤鱼华盖散善如常仪。倒驾关前倒，皇帝乘于至大寺前，是中奏请降于。皇帝降于入就位，连降，侍卫如是。上时进善，如常仪。礼仪使以注册奏谕属器，奉出，太庙令受之，各殿于殿，至各事柱案上。通事舍人臣旨，敕众官各还斋赐。四曰审生器，见前清四夷。五曰城管。享日丑前5刻，光禄卿、良运令、太官令入时。边豆腐鬼尊雷，各如常仪。太乐令律工人25，以次入就位。礼直官引御史及执事者以次入就位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御史生。殿典事陈设，退重定。礼直官引司徒等官役各事，分乡设9如常仪。礼直官复引太常卿及御史、太庙令、太助，公为令升殿。奉出帝后神主器，各退将就拜位，立定。奉礼于殿上赞奉神主器，奉礼赞曰：再拜，赞者乘船，御史以下皆再拜器，各就位。礼直官引设太尉由南神门东偏门入就位，立定。协律郎贵、府服、举徽星、宫鼓柱、宫献乐座、司臣之区，以黄钟为弓，大吕为角，太簇为针，应钟为羽，作文武9臣旨。太尉以下皆再拜器。礼直官引太尉役冠喜位，宫献乐座，肃宁之区，至尉乐旨，北向吏、进户、冠守、税守、直户役爵喜位，北向吏、进户、喜赞、是赞，以赞受执事者。直户升殿，宫献乐座，至座阶下，乐旨。升自座阶，登歌乐座，诣太祖尊仪所，西向吏。乐旨。执事者以赞奉太尉，太尉进户执赞。司尊者举密酌御唱。器，太尉以赞受执事者，执户诣太祖神位前，进户跪3上香。执事者以赞奉太尉，太尉执赞以唱冠的器，以须赞受执事者。执户府服兴，退出户外，北向再拜器，四役各事，并如上仪。礼毕，降自坐阶，重定。6曰进传。太尉冠将毕，进传如前仪。7曰着宪。太尉既升冠，礼直官引博士，博士引礼仪使至。PG 1230。大赐前，北向吏。通事舍人引侍中议大赐前，板奏请忠言，皇帝服衮冕。坐少请，侍中奏外办，礼仪使贵奏请皇帝行礼，服兴。连卷初次，礼仪使前导至西神门，华盖散善停于门外。进士从入，太礼使后从。殿中监贵进正规，皇帝直规入门，协律郎贵、府服兴、举徽、宫献、顺承之乐，坐至板位东向立。乐旨。
引礼官分左右侍立，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。奉礼曰：种。官再拜，赞者承传，凡在位者皆再拜。礼仪使奏请皇帝议冠。喜位，宫献乐坐，置位乐止。内侍贵取弥、辛、沃水，右内侍贵取盘、盛水。礼仪使奏请进正规，皇帝进规冠首。内侍贵取金与匪、辛、进。税首器，奉爵官以爵贵进。皇帝受爵，内侍奉弥沃水，右内侍奉盘盛水。皇帝喜爵器，内侍奉金贵进。皇帝侍爵器，内侍殿盘弥，右殿金与匪，奉爵官受爵。礼仪使奏请执正规，导升殿，宫献乐坐，至西阶下，乐止。升自西阶，登歌乐坐。礼仪使前导诣太祖世尊仪所，东向立，乐止。宫献乐坐，奏开城之区，奉爵官以爵立尊，执事者举密，侍中贵着西尊之范旗，以爵受执事者。礼仪使前导入诣太祖神位。前北向立。礼仪使奏请进正规，贵又奏请三上香。上香器，奉爵官以爵受进九官，进九官东向以爵贵进。礼仪使奏请执爵。祭酒，执爵三祭酒于毛居器，以虚爵受进九官，进九官受爵矣。受奉爵官，退立尊仪所。进九官进彻神案上所殿御爵马洞，东向贵进。礼仪使奏请执爵祭马洞。祭器以虚爵受进九官，进九官进殿神案上器，退。礼仪使奏请执圭、辅福星、司徒进护贵。祖前举升盘西向以进。礼仪使奏请进正规，皇帝进规，辅受。升盘北向贵，殿神案上器，礼仪奏请执圭星，前导出户外入。位北向立，乐止。举柱官进护贵，对举柱板。独柱官北向贵。独柱文器，辅福星。举柱官殿柱板器。先议刺史，赐蒙古柱使。议事前置瓷器，礼仪使奏请再拜。拜器，礼仪使前导议各事。PG 1231。奏各事之乐。其着线，尽身体，祭马洞，并如第一事之仪。祭毕，礼仪使奏请议引服位。登歌乐坐，置位，西向立，乐止。宫献离臣之乐，坐，礼直官引司徒立于引服位侧，太柱以爵。着上尊服酒，合制一爵，以奉侍中，侍中受爵奉以立。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。拜器，奏进正规贵，侍中东向以爵贵进。礼仪使奏请执爵三祭酒，又奏请翠酒。翠器，以爵受侍中。礼仪使奏请受坐，太柱以属祭范边受司徒，司徒东向贵进，皇帝受。以受左右。太柱又以坐肉祖贵受司徒，司徒贵进，皇帝受，以受左右。礼直官引司徒退立。侍中再以爵酒贵进，礼仪使奏请。皇帝受爵，引服酒器，侍中受虚爵星，以受太柱。
礼仪使奏请。执正规，辅福星，又奏请再拜。拜讫，勒旨。礼仪使前导海板。谓登歌勒座，将自西阶，勒旨。公献勒座，至位勒旨。奉礼。于殿上唱太柱撤边斗。公献，丰宁之乐，坐，促撤，勒旨。奉礼曰：次坐，赞者唱，众官在拜，在位者皆在拜。宋神乐。坐，保臣之躯，坐，议臣旨。礼仪使奏请皇帝在拜，赞者臣。传，在位者皆在拜。拜讫，礼仪使前奏礼毕，皇帝还大赐。公献，昌宁之乐，坐，出门，勒旨。礼仪使奏请事正规，殿中间。贵寿，华盖散善如常仪。入次，连讲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御史。太庙令、太柱，公为令升殿纳神主器，各将就位。赞者于殿上。唱升纳神主器，奉礼曰：在拜。御史以下诸执事者皆在拜讫。以次出。通事舍人、礼直官各引享官以次出，太乐令律公人耳。五以次出，太庙令和护器将乃退。筑板葬于榧。八曰车驾还公。皇帝既还大赐，侍中奏请解言。皇帝事滚。免，廷大赐。五克请，上食尽善，如常仪。所思备仪从，内外。帐与从四诸执事官两行序立太庙临兴门外。侍中板奏外办。皇帝初次生于，导驾官前导，华盖散善如常仪。至庙门，太仆。清进御马，侍中奏请皇帝降于乘马。乘马讫，门下侍郎奏请进。PG 1232。发，辅福星退，前称紧闭。至临兴门外，门下侍郎奏请全停。敕众官上马。侍中臣旨退称曰：至可。门下侍郎退传至，赞。者乘传，众官上马毕，导驾官及华盖散善分左右前导，称紧闭。教坊乐鼓吹振作。至崇天门临兴门外，门下侍郎奏请全停，敕。众官下马。赞者乘传，众官下马讫，左右前引入内石桥北，与仪仗道卷而北，伫立。驾入崇天门，至大明门外将马，生于矣。入，驾既入，通事舍人臣指敕众官皆退，宿卫官律卫士宿卫如是。设四仪，其目有九。亦曰斋戒。享前3日，三县官以下凡与纪元，皆公服受事。戒于中书省。是日执明，有司设经已于省庭，一人执红罗伞立于其左。奉礼郎律仪銮局陈设板位，县官诸执事位，具戒以席。人家子临入。设出县太尉位于省街少西、南向，大理石位于其东、少南、西向，兼记御史位2，于通道之西、东向，兼礼伯。侍卫2，于通道之东、西向，据北上。设司徒雅中县位于其南、北向、西上。赐驻殿七四县官，赐太常卿、光禄卿、光禄丞。书注官、读注官、太官令、
粮运令、领西令、司遵仪、举柱官。太官丞、领西丞、奉爵官、奉赞官、冠爵官2、金匪官、蒙古。太柱、乌柱、典侍一位，清道官及羽记官、一品及陈设，皆以为重刑。太庙令、太乐令、交涉令、太柱位于通道之西北向东上。太庙丞、太乐丞、交涉丞、奉礼郎、协律郎、司天生位于通道之东北向西上。斋郎位于其后。赞者引刑事等官各就位立定。次引出县官立定。礼职官进户，读事文曰：某年某月某日，享于太庙，各扬其职，其或不尽，国有常刑。散斋2日宿于正寝，至斋1日宿于此所。散斋日治事如故，不吊丧问病，不作乐，不判属刑杀文字，不决罚罪人，不予贿恶。是至斋日为享事的刑，于西境。凡与享之官，以斋而却者。PG 1233。通摄刑事。7品以下官先退，余官再拜。礼职官赞、鞠躬。拜辛、拜辛、平吏、礼毕。首。庙兵卫与太乐宫人，俱清斋一宿。复住所之日，官给酒馔。2曰陈设。享前2日，所司设兵卫于庙门，尽断行人。乙。銮局设卧慢于转殿，所司设3县官以下刑事执事官赐于斋房之所。前1日，太乐令律其属设公献之乐于庭中。东方西方庆具。其北中具次之，南主北方庆具其西，中具次之。设12伯中。于边县之间，各一城卫。数建谷于4余，置驻羽于北县之内。驻一在道东，羽一在道西。鹿谷一在驻之东南，晋谷一在其后。右鹿谷一在驻之西南。诸宫人各于其后。东方西方，以北为上。南方北方，以西为上。文武在北，武在南，立武表于赞缀之间。又设登歌之乐于殿上前营间。玉磬一具在西，金钟一具在东，柱一在金钟北稍西，羽一在玉磬北稍东。伯服2，一在羽北，一在柱北，东西相向。歌宫次之，余宫各位于县后。旗袍。主者立于阶间，众行北向，相对为首。享前1日，太庙令律其属扫除庙庭之内外，枢密院军官1员，律军人铲除草秽，平治道路。又设7祀寮柴于庙门之外。又于室内铺设神位于北有下，当户南向。每位设府以夷子陵。后入夷薄入夷官席夷骚席2，虎皮次席2。时宣则用陶之竹席，几在檐上。又设3县官拜跪入位2，一在室内，一在室外。学士院定撰注册器，书注官于撰目具公服书注器，请出。县官属御名器，以受太庙令。又设注案于室户外之右。又设3县官位于殿下横阶之南、稍西、东向、
雅县中县尉烧阙驻殿。七四县官又于其南，书注官、读注官、举注官、太庙令、太官令、粮运令、领西令、太庙丞、太官丞尉又于其南，司遵仪。奉赞官、奉爵官、冠喜金匪、爵喜金匪、蒙古太柱、蒙古乌柱。太柱公为令及七四司遵仪，冠喜金匪，以次而南。右摄斋郎。PG 1234。位于其后。每等一位，重刑，东向、北上。右摄大理石位于南。神门东偏门稍北，北向。右摄司徒、太常卿等位于横街之南。稍东、西向，与雅中县相对，司徒位在北，太常卿稍阙，太常。同知、光禄卿、千院、同千院判、光禄丞、拱卫使，以次而南。右摄监记御史位二，监理博士位二于横街之北，西向，以北为上。右摄协律郎位在攻县乐聚西北，东向，大乐城在乐聚之间。右摄大乐令、协律郎位于登歌乐聚之间。右摄身榜于东神门外。南向。摄太常卿位于身位，南向。监记御史位在太常卿之左。太官令次之，光禄丞、太官丞右次之，领西令位在深西南，领西丞稍阙，据北向，以右为上。右摄诸太柱位于深东，西向，以北为上。右摄蒙古乌柱位于深东南，北向。右摄省传位于省传殿前，太常卿、光禄卿、光禄丞、太官令位于东，西向，监记、监理位于西，东向，皆北上。太庙令陈筑板于是右之柱案。右律慈济局设边斗府轨。每室左时有二边，右时有二斗，俱为4行。灯三在边斗之间，行三次之，辅二，轨二右次之，辅左。轨右祖七在辅轨之南，相按一次之，沙池右次之。右摄每室。尊雷于通郎、甲仪、黄仪各一，春夏用鸡仪、鸟仪、西尊二。象尊二，秋冬用者尊、胡尊、者尊二、山雷二，以次在本室南。之左皆加韶密，为着尊所，北向，西上。已有周殿密。右摄。胡尊二、太尊二、山雷四，在殿下阶间，据北向，望室户之左。皆有殿加密，设而不着。凡祭器，皆借以席。右摄七四位于横。皆之南到东，西向，以北为上。席皆以官。设神板位，各于座。首。右摄祭器，每位左二边，右二斗，辅仪轨仪在边斗间。祖仪在边前，爵殿仪次之，胡尊二在神位之西，东向以北为上。皆有殿韶密。右摄三县冠喜、爵喜在通街之西，横街之南北向。雷在喜西加韶，匪在喜东，皆时以经。爵喜人时以赞，爵加盘殿。执雷匪者各位于后。右摄七四县官冠喜位于七四神位。PG 1235。前稍北。雷在喜西，匪在喜东，时以经。
又时决于殿，执雷。匪者各位于后。3曰习仪。享前2日，3县以下诸执事官员赴太庙习仪。次日早，各具公服乘马赴东华门，迎接玉香至庙审身。4曰迎香。享前1日，有司告御房事，洒扫经行渠路之备香案。享前1日执明，3县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各具公服。6品以下官皆戒子服，亦从天门下。太常礼仪院官1元奉玉香，1元奉酒，2元奉马动，自内出，监祭、监礼、奉礼郎、太柱。分2班前导，控贺5人，1人执伞，从者4人，执仪仗在前行。至大明门，由正门出，教坊大乐坐。至崇天门外，奉香酒。马动者安置于余，导引如前。行至外园陵兴门外，百官上马。分2班行于仪仗之外，清道官行于仪位之先，兵马司之兵夹道。次之，金鼓又次之，金引仪从又次之，教坊大乐为一队次之。控贺弩手各负其副，执仪仗左右陈列次之，拱卫使居其中，仪奉司系乐右次之。太常卿与博士、御史导于前，县官、司徒、大理使、驻殿官从入至殿下。县官奉香酒马动身自东街入殿，内通郎正位安置。礼直官引县官将自东街，由东神门北偏门出。是服。5曰审身器，见清四仪。6曰城管。4日丑前5刻，太常卿、光禄卿、太庙令律旗。属设逐于神位，遂同3县官、司徒、大理使等每事1人，分设。玉香酒礼，以金玉绝甲，着马动，葡萄上运酒奠于神案。又陈编斗之时，编4行，以右为上。第1行，余素在前，糗耳、粉、瓷次之。第2行，干在前，干枣、行言次之。第3行，鹿、斧在前，真实、干陶次之。第4行，铃在前，欠、栗次之。斗4行，以左为上。第1行，秦租在前，笋租、葵租次之。第2行，金租在前，酒租、牙石次之。第3行，鱼海在前，兔海。PG 1236。豚拍次之。第4行，陆海在前，坦海、生石次之。辅食以稻粮。癸时以黍稷，登时以太根，行时以禾根，尊仪、甲仪时以明水。黄仪时以玉怅，西尊时以范旗，象尊时以礼旗，者尊时以盎旗。山雷时以三九，胡尊时以提旗，太尊时以审旗。凡旗之上尊时以明水，酒之上尊时以悬酒，其酒旗皆以上运代之。又17-4。之祭器，每位左2边，立在前，陆府次之，右2斗，金租在前，陆海次之。辅时以黍，癸时以稷，胡尊时以提旗，其酒旗亦矣。上佩戴之。陈设器，县官以下刑事执事官，各负其副，会于其班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监祭、
监理、太庙令、太柱、宫闱令。诸执事官、斋郎自南神门东偏门入就位，东西相向立定。后监祭、监理按事殿之上下，撤去盖密，纠察不如仪者，退重定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理、太庙令、太柱、宫闱令身自东街，议太祖事。蒙古太柱起地主神秘，宫闱令起后主神秘。4. 议美事，并如常一弊。礼直官引太常卿以下诸执事官，当横阶监重刑，以西为上，北向立定。奉礼郎赞曰：奉神主器，在拜。礼直承传，太常卿以下皆在拜器。奉礼郎又赞曰：各就位。礼直官引诸执事官各就位。赐引太官令律斋郎游南神门。东偏门以次出。赞者引3县官、司徒、大理使、4县官、诸刑事官由南神门东偏门入，各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进于出县。官之左，赞曰：有司警具，请行事，退重定。协律郎贵府福星举徽兴宫鼓柱，宫献乐奏，司臣之区9臣，文武9变。奉礼郎赞在拜，在位者皆在拜。奉礼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。礼直官引奉赞、奉爵、冠爵、喜金匪执事官各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引出县官役冠喜位，宫献乐作无赦公、肃宁之区，至位北向立定。进户、冠守、税守、直户役爵喜位，至位北向立定。进户、直赞、喜赞、世赞，以赞受执事者。直户、乐止、登歌、乐作、奏加中宫、肃宁之区，身自东街，乐止。议太祖卓尊。PG 1237。所西向立、进户、执事者以赞受出县官，直赞。司尊仪贵举。密梁运令贵卓黄仪御畅，出县以赞受执事者，直户议太祖神。位前北向立、进户贵、3上香。执事者以赞受出县，出县直。赞以畅冠于沙池，以赞受执事者，直户、府福星，出事户外。北向立。在拜器，议美事冠畅如上仪。具毕，礼直官引出县将。自东街，登歌乐作，奏加中宫、肃宁之区。重定、乐止。7曰馈时。出县祭冠，如前进传仪。8曰着县。太柱立毛居于盘。礼直官引出县役冠喜位，宫献乐作，奏无赦公、肃宁之区，至位北向立。进户、冠守、税守、直户役爵喜位，至位。进户、直爵、喜爵、士爵、乙爵。受执事者，直户、乐止。登歌乐作，奏加中宫、肃宁之区。身自东街，乐止。议太祖9尊所，西向立、进户直爵。司尊仪。进户贵举密，梁运令进户贵着西尊之范旗，以爵受执事者，直户。宫献乐作，奏无赦公、开城之区。议太祖神座前，北向立，烧钱，进户贵，3上香。直爵，3祭酒于毛居，
以爵受职。侍者，直户，府服兴，平吏。请出仕户外，北向吏，勒旨。4. 读注：举注官进户柜，对举注板；读注官柜读注文。读器，举注官垫注板于案，直户兴；读注官府服兴。礼直官暂在拜器。次议美事，着县如上仪，各奏本事之乐。献毕，公献乐旨。将自东街，登歌乐作，奏家中宫，肃宁之区。出县重定，立定。文武退，武进，公献乐作，奏无社公，肃宁之区。武者立。定，乐旨。礼直官引雅县役冠喜位，至为北向吏，进户，职爵。喜爵，是爵，以爵受职事者。身自东街，诣太祖着尊所，西向。吏，进户，职爵。司尊仪进户柜举密，梁运令进户柜着相尊之。礼期，以爵受职事者，职户。公献乐作，奏无社公，肃宁之区。诣太祖神座前，北向吏，烧钱，进户柜，三上香，职爵3祭酒。于毛居，以爵受职事者，职户府服兴，平吏，请出仕户外，北。PG 1238。向吏。在拜器，次议美事，着县并如上仪。献毕，乐旨。将字。东街，重定立定。礼直官引中县，如雅县之仪，为着者尊之昂。其礼毕，降重定。出中县将行，暂者引7、4县官役冠喜位。进户，冠首，税首器，直户役酒尊所，进户，职爵，酌酒，以爵受职事者，直户役守卫神座前，东向吏，烧钱，进户柜职爵。3祭酒于沙池，殿爵于案，直户府服兴，少退吏，在拜器，美。未并如上仪。具毕，7、4县官4中县官将重定，立定。9曰祭马动。中县着县将毕，礼直官分引出县雅县官，司徒、太理使、驻殿官、7、4县官、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理、太庙令臣、蒙古袍人、乌柱等升殿。每市县官1员，各立于户外。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理以下立于其后。礼直官引县官一神座前。蒙古袍人割身体以受县官。县官进户柜殿于地主神位前，赐殿。于后主神位前弃，出户退就拜位，进户柜。太庙令取案上先设。今欲爵甲马动，葡萄上运酒，以赐受县官，县官皆祭于沙池。蒙古乌柱制瓷器，公献乐作铜镜传之躯。出县出户就拜兴，请。出仕户外，北向吏。4众县官必立，礼直官通赞曰：拜。兴，凡4拜。监祭、监理以下从拜。皆作本朝贵礼。拜器。退，登歌乐作，降阶，乐旨。太柱撤边斗，登歌乐作，奏家中宫。丰宁之区。奉礼赞赐作，赞者乘传，众官在拜兴。宋神乐作。奏皇中宫，保臣之区，一臣而止。太柱各奉美事柱板，降字。太皆望义位，
理直官引3县司徒、大理使、驻殿、七四县官。太常卿、光禄卿、监记、监理事凡驻版，至魏坎北南相贵，以驻版殿于柴，就拜兴。4办僚，理直官赞可议。理直官引3县。以下及诸执事者斋郎等，由南神门东偏门出至1位，元一乐公25以次从出。3县之出也，理直官分引太常卿、太庙令、监记、监理、蒙古太柱、公为令及各市太柱，身自东街、义太祖神座前，身纳神主，每事如仪。具毕，降自东街，至横街南。PG 1239。北向西上立定。奉礼赞曰：身纳神主器，再拜。赞者乘船。再拜器，以次出。礼毕，3县官、司徒、大理使、太常礼仪院使、光禄卿等官，奉坐进于阙庭。驾幸上都，则以义付奉进。设行告谢仪，告前3日，3县官以下诸执事官各具公服。附中书审受事戒。告前1日为正2刻，审生气。至其职名。3县官以下诸执事者各负法服，理直官引太常卿、监记御史、监理博士、武领诸执事官先入就位。理直官引监记、监理典侍臣。设毕，重定。理直官引太常卿、监记、监理、太庙令、太柱。公为令奉迁各市神主器，降自横街，北向立定。奉礼郎赞再拜。在位官皆再拜器，奉礼郎赞各就位器，太官令、斋郎出。礼直官引3县司徒、光禄卿、捧赞、爵冠、爵喜官入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赞有司警具，请行事，降神乐座，9成旨。奉礼郎赞再拜，3县以下再拜器，奉礼郎赞诸执事者各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引出县役冠喜位、冠首、役爵喜位、喜赞。役第1是9。尊所，卓玉唱。役神座前北向跪，进户3上香，殿壁直赞，以唱冠于沙池，直户府福星。出仕户外，再拜器，赐役各事，并如上仪。具毕，降重定。司徒律斋郎进传，如常仪。殿毕，降重定。理直官引出县役冠喜位、冠首、役爵喜位、喜爵。役第1是9尊所，着9。役神座前，北向进户跪，3上香，直爵3。祭酒于茅居，以爵受执事者，直户府福星，出仕户外，北向立。4独柱官独柱文器，再拜。役美事，并如上仪。具毕，降重定。礼直官引雅县官冠首、喜爵、着县，并如出县仪，为不独柱。具毕，降重定。礼直官引中县，并如雅县仪。具毕，重定。太柱撤边斗，奉礼郎赞赐座，众官再拜。在位官皆再拜器，礼直官引3县官、司徒、太常卿、监记、监理事焚筑板壁帛，礼直官赞可议。礼毕，太常卿、监记、
监理生纳神主器，降自横阶。奉礼郎赞再拜，在位官皆再拜弃退。PG 1240。建兴仪，至日殖民，太常礼仪院官属父庙所，皆供服4余。4. 太庙令律其属生殿，开市户，不出神主，设边斗组9里。马洞即是户内外入位。又设盥洗位于阶下、少东、西向。奉礼郎律仪銮局设席入板位于横阶南，又设灌盆金税2所于其班目前。凡与祭执事官皆冠手器，太常官一神处典是神传。执事者，奉所见传物，各陈传目内。太常官以下入就位，东西重刑，北向立定。礼职官赞，皆再拜，鞠躬，拜辛，拜辛，平立，各就位。礼职官引太常赐官1员，律执事者出议传所，奉传入自正门，升自太阶，殿各侍神位前。执事者进10时，愿官进户受而奠之。礼职官引太常礼仪使役冠洗位，冠守税守，升殿议第1侍神位前，进户。执事者铸酒于碑。3. 祭酒，又铸马洞于碑，亦3祭之，奠碑于案。出户，就拜辛。出室户外，北向立，再拜。每事俱毕，将重定，执事者皆降。礼职官赞，再拜，鞠躬，拜辛，拜辛，平立。于官律执事者升撤传，出殿合户。礼职官引太常官以下，俱出东神门外，原一。神御殿，神御殿就称隐堂，所奉祖宗玉容，皆闻起居之景为之。隐堂所在，是祖帝后大圣寿万安寺，玉宗帝后亦在焉，顺宗帝后大普庆寺，仁宗帝后亦在焉，成宗帝后大天寿万宁寺，武宗及2后大崇恩福元寺，为东西2殿，明宗帝后大天元延圣寺，英宗帝后大永福寺，也可皇后大护国人王寺。世祖、武宗隐堂，皆藏御册时有2叠，玉宝1钮。人守隐堂，藏皇太子御册时有2叠，皇后御册时有2叠，玉宝1钮。英宗隐堂，藏皇帝御册时有2叠，玉宝1钮，皇太子御册时有2叠。凡帝后册宝以匣馈金所阅葬于太庙，此其分制者。其祭器，则黄金瓶甲盘鱼之属以10数，黄金涂银香和碗叶。PG 1241。之属以100数，银壶釜杯仪之属称是。玉器、水晶、玛瑙之器为数不同，有玻璃瓶、琥珀勺。世祖隐堂有珍珠帘，又皆有珊瑚。数必殿紫珊之属。其祭之日，常祭每月初1日、初8日、15日、23日。节祭元日、清明、闱宾、重阳、冬至、祭辰。其祭物，常祭以蔬果、节祭祭辰用生。祭官便服，行3献礼。家见用羊羔、雉、鱼、馒头、石棋子、西域汤饼、环米粥、砂糖饭羹。太定2年，亦作显宗隐堂于大天元延圣寺，
天历元年废。旧有重符，书降2院，奉隐堂4事，乃改为太喜院。2年，又改为太喜宗音院，置2品。继而复以祖宗所御殿上称隐堂，更号神御殿。殿皆置名以观之，世祖曰元寿，昭瑞顺圣皇后曰瑞寿，南碧皇后曰义寿，裕宗曰明寿，成宗曰广寿，顺宗曰衍寿，武宗曰仁寿，文献昭圣皇后曰昭寿，仁宗曰文寿，英宗曰宣寿，明宗曰景寿。且命学士拟其祭祀遗著，精确。又有玉华宫孝思殿在真定，世祖所立，以祭日享祀太上皇、皇太后玉容。本录官吏祭奠，太常博士案，宋会要，定其仪。所司前期置办茶饭、香果。职名礼职官、引县官与陪位官矣。下并公服入庙庭，西向立。具在拜器，引县官议殿正阶下在拜，升阶至案前入位，3上香，3奠酒器，就拜新。又在拜器。引县官重定，与陪位官以下俱在拜退。仁宗皇庆2年秋8月，庚辰，命大司徒田中良议真定制祭，1岁立给予香酒并悉生祭。务前中统超100锭。延佑4年，使用登歌乐，行3县礼。7年，太常博士延隐堂用太常礼乐非事，至罢之，遂使本处依旧礼制。即其太祖、太宗、睿宗玉容在翰林者，至元15年11月，命臣旨和李或孙写太祖玉容。16年2月，复命写太上皇玉容。与太宗就玉容，俱至翰林院，院官春秋制祭。24年2月 ，PG 1242。翰林院研究院屋壁，新院屋才6间，3朝玉容移于太常寺安奉。后人迁新院。至大4年，翰林院移属旧尚书省，有指月记中。书评张完泽等言，祭祀非小事，太庙遂遗祭，直视诸臣受戒。是3日乃行事，今此轻易非宜。就至翰林院玉容、春秋2祭，不必增议。至若曰可。至3年迁至普庆寺，祀礼废。太定2年8月，中书省臣言当祭如故，乃命臣指握赤鸡香酒制。大都同省臣祭于寺。4年，造隐堂于石佛寺，未及迁。至顺元年7月，即普庆寺祭如故事。2年，复祀于翰林国史院。种改至元之6年，翰林院沿3朝玉容祭所甚爱，兼岁久屋漏于石佛寺新隐堂奉安为宜。中书省臣奏，此事祖定制，当人其咎。至可。